另外，收看嘅环球看10月26日中加台南电新闻，由台南市政府主办、中嘉宽平三冠王相助车所承办的公益宾道嘉年华，将伫10月29日下晡点半伫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登场。到时都有精彩表演，有闯关游戏提奖品，也有4K 电视等大奖通摸彩，邀请民众做回来参加。为了让市民接触并认识公益宾道，推广媒体经营的观念，中嘉宽平三冠王相助车过去多年来承办台南市政府新闻处的公益宾道嘉年华备受好评。今年以活力世界、秀出影响力作为主题，29号将伫文化中心登场。到时将有悠悠家族等精彩表演甲亲子活动，嘛规划真侪宾道、助信服务等单位，甲媒体所用的参观体验内容相当丰富。最后也有4K 电视等大奖的摸彩，要让民众有食有耍阁有掠。很高兴中嘉宽平三冠王跟双子星有线电视有再次的这样子的机会来承办推广公用频道的活动。那这一次活动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摊位，那每一个摊位都会设计闯关的游戏我们的现场参加的民众可以拿非常多限量的一些奖品。那另外在舞台活动方面呢，我们会邀请到东森幼幼台的哥哥姐姐们另外还有非常多我们台南市知名的表演团体，然后也就会让这个舞台的活动非常的精彩。那在活动的最后，我们还会抽出一台联网电视，所以活动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请大家可以在10月29号。大家一起来这个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共襄盛举。因为疫情等因素，已经停办多年的公益宾道嘉年华，今年将盛大举办，甲所有民众同乐。承办单位提醒，前500名完成闯关的民众，拢有精美的选择品，同时取得摸彩资格。东港前200名到场的，也可以额外发送50块的活动体验券。台南新闻管局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警察局为了推动少年辅导业务，特别设立少年辅导委员会，针对12岁到18岁行为偏差的少年，透过委员会结合相关的资源，希望达到预防犯罪效果。因应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修正，采用行政辅导先行制度，台南市警察局成立少年辅导委员会，将对一寡较高风险，只不过是行为偏差的少年朋友，结合相关资源协助辅导。过去用那种很严厉的那种军训式的，或是很严厉的训斥式的，这个在现今的时代，可能就必须要改变。少年辅导委员会运用强化社会安全网第2期计划经费，聘用28名辅导员以及4名督导，伫溪南以及溪北分别配置一个服务据点，并办理宣传活动以及相关工作的推展。过去只有开委员会，现在我们不但开委员会，也可以执行这些曝险少年或者是触法少年的辅导工作。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些专业的社工，跟孩子们拉近距离，让这些曝险少年能够有机会再回到正轨。对着少年辅导的目标是锁定伫12到18岁之间，借着委员会将教育、社会、司法等资源整合，帮助少年朋友回归正常生活，并预防犯罪。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111年全运会圆满结束，台南市代表队得到25面金牌、27面银牌、甲21面铜牌好成绩，伫县市排名第6，嘛得到县市绩优考试医长奖，会当讲是县市合并以来相当精彩一摆。111年全民运动会，台南市代表队摕到25面金牌、27面银牌以及21面铜牌，总共73面奖牌，是县市合并以来上好的成绩。我相信这个成绩，我们可以见证台南市的体育的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的蓬勃发展。那谢谢参与全民运动会的各位好朋友，也感谢各位的努力，为台南市争光。可以成为真的是台南之光。
市长黄月摕除了感谢选手的辛劳，选手嘛甲市长分享这份荣耀。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嘛特别感谢市长对体育的大力支持。咱台市的体育吼，伫咱的黄球市场吼，伊遐尼啊认同之下，遐尼啊消停之下，来成立体育局。啊，那么体育局成立，咱这边的全国运动会、全民运动会，上介好的成绩就是要献互咱的市长。在今年的金牌当中，水上救生男子组金牌得主陈任勋以及林玉婷破大会纪录以及全国纪录。普泳选手陈柏翰、国术选手林廷汉等人嘛拢第2摆摕下金牌。团体的部分，台南市得到考试院长奖，县市排名第6名。希望将好的成绩会当延续到明年的全运会，将上好的成绩留伫咧台南。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社区大学甲中西区公所合作开发街区实景游戏，内容以台南4连景作为主题，配合故事的剧情设计关卡。伫游戏发表当天，未少家长带小朋友到场体验，嘛接触认识台南在地文化。经过半冬的设计，以台南4连景为主题，并结合在地音乐，将庙宇的装饰工艺化为解谜关卡，并予参过民众家己扮演游戏主角，摕到手机甲地图，漫游4连景的街区，拍开圣寿之谜，也找出遗忘之歌。我们实境游戏里面有一个主要在跑的故事哈，然后配合什么东西呢？配合里面去解谜的这个关卡哈。这些关卡其实它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要带我们慢慢去看见说，有时候我们不会注意到我们路边有的东西。这些庙里拜拜的时阵，咱袂去注意到的物件，因为有时阵你要来底，咱就是拜拜尔嘛，拜了咱就出来啊嘛，对不？可是有些东西在里面很值得注意，而且其实不只是大人会有兴趣哦，小孩也会有兴趣。实境游戏吼，跟咱以前的迄个真人导览无共款吼，真人导览吼，就爱爱有人带，去甲他甚至了解咱的中西区的一些那个古迹啦吼。这款游戏就是讲吼，咱甲手机地图吼，会当吼来写咱的行动吼。唔免无限时间地点，嘛免关注吼，随时吼会当去行吼，行的话吼，会当去吼，一边行吼，一边用游戏闯关的方式吼，会当深入了解吼，咱台南府城吼，足有迄个行路的人情味啦吼，嘛是讲咧传统工艺的艺术之美啦吼。透过甲社区大学合作。设计出这个予小朋友会当近代公民摕着手机佚佗的游戏，而且唔免工作人员带领，只要得到游戏的剧情，实地走访庙宇巷弄，就会当认识在地文化。整个游戏体验大约1点钟就会当完成，准备的内容嘛得到民众推荐。介绍台南的古迹开始，从对越门开始，然后它有一些解谜，就让你来到这边吉福宫这边，然后再从吉福宫里面去找一些神像相对应的，然后再进行解谜。所以现在就是在吉福宫里面找神像，还有一些古迹这样。觉得如何？就很好玩，很特别。这个连接在地元素、创新的实景游戏，民众随时拢会当佚佗。中西区公所表示，若是民众反应良好，未来也将会推出更多连接文化单元，互历史文化不止伫咧课本内底，嘛当实地走访。透过游戏来清理了解。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苏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
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据了解，真侪偏乡的重症患者，因为传统转诊流程要送到医学中心的时，拢是超过2点钟，甚至更较久。所以成大病院为了掌握抢救的黄金时间，2020年首创跳岛的计划，用创新的转诊模式，无放弃任何一个急救的患者。为了让偏乡重大伤病患者伫事故发生30分钟内，会当真紧得到急诊医生的评估，需要30分钟内安全转送到医学中心治疗。成大病院率先宣告推出创新的跳岛计划，也是原救护车转诊的创新模式。成大病院急诊部医生表示，急救就是争取每一分每一秒，无放弃任何机会。跳岛计划基本上说穿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原车转诊的一个概念。那因为一般我们遇到重大创伤的时候，我们在转送过程中其实会非常的慌乱。那我们就有跳岛计划一个原车转诊，然后让地区医院的急诊医师、护理师和消防局的 EMTP 们一起合作，把病患做初步的稳定之后，用最短的时间把病人做后送，然后快速的送到医学中心。这大概是一个跳岛策略计划的一个核心思想，这样子。跳岛计划伫2020年7月实施到达，已经超过50位重大伤病患者受惠，其中43位伫有生命现象的状况转入加护病房接受照护，有22位成功出院持续复健。
台湾新闻管制林英庚采访报道。跨春疫情以后，消费商机各百货纷纷推出周年庆来吸引买气，其中大安东百货就推出满千送百、价格消费送加码礼等促销来拼人气。台南大一百周年庆业绩，画出响亮的口号，宣告百货周年庆就要开始了。10月27号一直到我们11月30号这段时间，到馆内来可以享有非常多的优惠，除了我们的 Happy Go 的优惠，我们的 HG Pay 的优惠。看好疫情后的消费，百货服饰、大型家电、化妆品等消费上悬会当送1000，用会员 APP 会当搁加码优惠送到300，同时嘛推出一独家加码好礼以及优惠。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今年在化妆品部分，我们推出了2000送300，那另外除了2300以外，1万再多送200，5万再多送800，整个部分最高回馈可以达到23%以上。另外，地下1楼改装出清大售卖，所有的商品全面为季节开始算。知名牛排店伫周年庆期间消费满1000块送200块餐券，搁有鞋仔品牌嘛举办特别会，搁有侪超人气精选商品。分别伫10月27到30号来做优惠，上价来到209块。想要来消费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财政部积极推广的分段发票，唔知你购物消费敢使用啊？其中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透过荧光录影带的竞争比赛，嘛来协助推广。伫为期1个月竞争甲评审以后，26号正式举办颁奖典礼，最后由南大学生摕下首奖5万块。为了方便消费结销，减少纸类发票来做环保，财政部南区国税局持续推广分段发票的使用率。其中台南分局嘛举办音乐录影带竞争比赛来选择，经过初赛入选20部影片。分局表示，透过学生无限的创意，互大家了解消费发票欠分段，除了环保嘛避免得漏税等好处。因为我们要鼓励青年台人用那个云端发票哈，就是使用载具里面，那可以节能减碳。就是说，你用在载具里面，那你就不要拿到纸本发票。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就鼓励这个的 MV 创作比赛哈。那期望这些的学生可以透过这个的主题，去发挥他们的创意，做一个先导的效果，那达到用轻松愉快的心情，让学生了解说，我们拿到云端发票。用载具它的好处，那也可以把他们的创作给一般的民众了解，这样子。26号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正式举办颁奖典礼，用心创意的影片，互所有入选者满身期待核选，会中以颁发前4名得主，最后由南台科技大学动画系2年级学生摕下首奖5万块。我一开始决定要做这个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怕时间不够，就是利用课余时间，然后我们2个就是一直讨论，然后遇到问题就一直修改。然后还有所以做决定是用插画动画。对，因为我们就是读相关科系。应该说就是第一次制作，所以就是有一些上课没教的事情，就是上网自己去查，然后学到很多新的一些技巧之类的。根据了解，南区国税局推广分段发票的使用率已经达到38%，将持续以多元行动活泼的选择来提高发票欠分段的普遍。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庚采访报道。台南市上大的罗龙山区在柳营，所以柳营农会29号将举办柳营牛年节甲国产牛肉行销，活动当中就在地青龙点售甲免费的便机品尝，积极来推广在地产业。台南市柳营区的北往是知名的罗龙山区，是国内相当重要的牛奶产地。除了提供新鲜的牛奶之外，嘛会当制作各项牛奶产品，同时举办牛奶节来做行销。今年更加是受到结合牛肉节来做举办。这个我们不仅是单一的产业文化活动而已，我们特别看到柳营牛奶节的故事，也看到柳营从
6只乳牛开始，然后开创了现在占台南市占全国1/6的牛奶产业。今年的活动内容十分精彩，伫10月29到30号2天登场。活动当天会发送牛奶，还有冰机，予民众免费试食，还有牛肉办的料理，予民众做品尝。那在牛奶节当天呢，我们从早上到下午呢，就是有我们的一个园游会展售。虽然是牛奶节，但是我们在地的农产品也是非常的多元化，所以包括所有的农业的一些产品的展售啊，也是会在当天的现场出现。那也有很多的活动表演活动。那10月30号呢是我们的牛肉节，这次跟我们的肉牛协会一起来协助合办那我们也推出了牛肉大餐来请大家来享用，所以当天来的人不止也有园游会有表演可以看的时候，也请大家可以来到这边采购我们所有农民的产品以外，也可以来试喝我们的牛奶，吃我们的牛奶冰棒，还有我们的最新出品的六牛纯鲜的一个保酒乳的品牌。希望借着这款的活动，会当让民众熟悉柳营在地自身农产，发挥柳营的知名度，并推动产业发展。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台南市的资源回收率一直以来拢是稳定提升，到今年回收率已经是63%，所以环保局伫今年资源回收成果发表会中，市长委特特别出席颁奖，表扬所有节油的单位。为感谢各界参与资源回收责任减碳政策，市府环保局25日伫台港文化中心举办111年台南市资源回收成果发表会，甲联合颁奖典礼，邀请主要的机关、学校、社区、大体以及企业接受表扬。典礼由市长王伟特承办讲座，感谢因伫资源回收甲责任减碳上所做的努力甲配合。我们从108年就2019年，我们资源回收率从54%到63%，短短3年多增加了9%，这个是很高的成长，也很不容易啊。尤其你知道，在109年开始就已经 COVID-19 开始了，大家都为了怕感染都大量使用一次性的包材不管是便当或者饮料杯都叫外带叫外送，然后用一次性包材，这个就是很多碳足迹跟很多不环保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这样还是要做很好，做很多的这种资源回收，那就是有赖谁？有赖各位的一个努力，让我们这个城市能够维持，不仅是维持干净，而且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台南市的资源回收率为108年54%到今年111年63%，成长了9%，显示出有愈来愈多市民在环保局积极推广之下，将资源回收的观念曾经在生活当中。我们在108年的时候，台南市的资源回收率呢是54%，到现在今年呢，回收率呢已经成长到63%，也就是说，这4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成长了将近9%，也就接近10%。以这样的成长率来讲，在6都里面，我们算是成长的最快的。那当然，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这次颁奖的项目还有国小的电池竞赛。我们在国小的电池回收竞赛里面呢，我们总共收到了5900多公斤的电池，也就是将近6吨的电池。这样的数量呢是非常非常可观。也就是说，如果不做好资源回收，这些呢电池呢变成垃圾，就会污染我们的环境。因此呢，资源回收呢需要各个单位、团体、社区、学校大家一起努力。今天也环保局长谢世界感谢大家积极参与资源回收以及责任减碳，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争取价值，也呼吁大家将环保的观念融入去生活当中。也邀请所有人一同响应，共同打造低碳永续美丽城市。资源回收做了好，生活品质有够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26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